恋情。有一天呢，有一对十分相爱的大声一点。他们呢准备要到情趣用品店去买东西。好，他们进来。情趣用品店老板就是这个。好了，情趣用品店老板。我要一个保险。买什么？我要一个保险套。我刚好缺货，这么野外是怎样？你可以用这个，这很方便。什么？突然，男朋友的眼光闪了过去，看到了一个人在他后面，所以他就问说：“呢？在干嘛？你是谁呀？你？我是他老婆。你他老婆？那我是什么？你？那是谁？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刘雨欣。了不起啊！两人互看不合，结果互殴了